今仔日上北市、台中、高雄各地头的捷运哦，佮有桃园机场的捷运，全面拢改做12到30分钟一班车。高雄的轻铁哦，嘛全面拢停驶。板桥的什么哪里？不知道。百货公司。拜三放风台假，毋过拜三顶埔湘北无啥物风雨，也是有真侪人出门。台北捷运有真侪民众咧等车，因为板南线、淡水线、旗线、文湖线、松山新店线、中和新路线全面改做12分钟一班车。也若新北捷运的部分，淡海红客轻铁是30分钟一班车，环状线红树林站到沙仑站是15分钟一班车。有对南部起来台北佚佗的民众讲，无风无摇，敢若亲像歇假日，心情真轻松，无赶时间，等车等较久嘛无要紧。我是为南部起来，利用这风台天人较少，所以为南部起来台北佚佗，等车的时间对我来讲是无遐悬的，不管长短。也若受风台影响，机场捷运自本是宣布规工取消直达车、甲加班车，普通车是维持15分钟一班车。毋过北部无啥物风雨，下晡1点一定有加开直达车。很多航班都取消了，然后机铁现在都变成15分钟一班，然后所以我要很早就出门去准备一下，很不方便。现在机捷这方面我不太了解因为我很久没回来了。其实还好我觉得还可以，但就是可能会比开车好一点吧，因为开车通常都会塞嘛。台中捷运日线嘛是15分钟一班车，也若是高雄捷运红线、港仔线拢是20分钟一班车。轻铁是规工停驶，提醒民众风台天上好莫出门。若有需要出门，嘛要注意各地捷运，拢会照风台的状况随时做调整。记者戴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